雪山龙10周年的专题来到第3个礼拜，雪山龙通查过后，几多人如何去宜兰了？观光人次对10年前1年360万到103年千多家下游780万哦。有效变多的，如韩国有生理好做，不过也影响到在地人嘅生活。垃圾变多的，几多观光景点将日被放慢嘅人，在地人、了日等多唔敢去也到热门景点嘅。本地的生活强路无黑的变色嘅，有到几多爱投资的人，该跃跃嘅。睇雪山龙通查过后，茶花农产一年会有600吨起航来，农地体景生态同产业文化路边啊唔完整呢。交通架构呢片呢，同埋个好嘅快嘅中快路带来嘅，以为人穿到呼啦啦嘅，唔过可能唔系踩天人。许多宜兰人等都感觉讲，佢从无黑的比得多的韩国多。地道也风溜溜的，又平又凉嘅上糖水，又含有替代小小嘅泉水。清水天热，一旦係宜兰人，喺熱天一定好奇嘅蔬菜。不過，天然嘅地理環境，沙現者冇幾多嘅人客都去留了，不時thành功發生意外。縣政府就到那位一片來開休閒區，不但清天然嘅環境，啥改變呢？在野溪的範圍裡面，你是沒辦法去做任何的管理，也沒辦法去做設施，所以常常會有產生了一些意外。所以基於這樣子道理，我們才由縣府編計劃來跟觀光局申請到經費。那目前第2期也做完了，正準備進行第3期，讓民眾不用冒着危險，在有管理的地方就能夠去享受那種體驗，煮雞蛋，然後煮玉米這樣子樂趣。其實我們目前比較深刻的，因為我小時候我去清水地的五老坑，我們去玩水的時候，那是自然山景，沖刷出來的一個自然形態的面貌的玩戲水區。可是現在因為雪隧通了之後啊，然後遊客有增加，然後原本的確，但是因為人多了，你安全性就要增加，然後相對的，因為要增加安全性，這個安全措施跟一些所謂的建築特色融進去之後，反而破壞原本該有的自然地貌，然後變得很人工、很商業化的一個情況。雪山龍通查過後，人客以下加動多，實施到宜蘭嘅在地人生活環境亦為動態嘅改變。我們在圓山這邊，像內城啊，它10幾年來，它就是讓農村轉型哈，就農村農民來開那個鐵牛里亞卡哈，然後來載遊客嘛，那這個很受到市場的消費者的歡迎，可是因此導致他們原來很狹小的村落裡面的那個主要街道，就變成假日都是遊覽車一輛接一輛，一輛接一輛，然後就變成小朋友他本來假日休息，他可以在街上騎腳踏車啊，街道本來就是他們一個重要的生活空間嘛，就現在就不行了，啊，就非常危險。10年前雪隧通車前那一年，我們宜蘭那個縣內風景區的統計大概是有360幾萬人。到103年最高峰有780幾萬人，好，整多了400多萬人。那其實，在宜蘭這幾年的整個公共設施、整個服務設施，其實並沒有同步的提升。那一口氣多了這麼多的人，其實是對於整個交通啊、整個環境啊，會有產生的一些影響。因為見到嘅人去到宜蘭嘅地理景觀冇相同嘅。宜蘭錯，它應該就是屬於說每個人在宜蘭生活的，就是我們人民啊，就是我們就生活在這個地方，所以我們很熟悉這邊的環境。好像我們宜蘭就是比較淳樸啊，很簡單的生活。20多年前，中央同家爸爸留下來嘅亞塊地，同建築師馮生業共下世界戲嘅亞東屋嘅。當時佢嘅想法係愛去一處佢想為嘅，未係做得代表宜蘭嘅屋嘅。那時候我希望我蓋的一個房子是屬於說
自己的房子。那我是希望说，我的房子是延伸以前旧的房子在延伸这样子。像我们闽南厝的建筑，就是第一个就是红砖、灰墙、木头、磨石这些元素在，这个是以前我们住的很熟悉的这些材质，所以我希望说我盖的房子是沿用这些的素材。客户宜兰嘅天地天使环境同生活需求，佢嘅風格，大家講佢係宜蘭風，也係舊時做宜蘭嚴重嘅遊戲群，同1994年來推行嘅，希望愛起有彩體風格同精神嘅風格，也咪係重點愛追求嘅。我們那個時候宜蘭厝是希望說，你可以蓋斜屋頂，再來我們宜蘭也多雨，你斜屋頂的時候，你泄水比較容易，比較快，就不會說雨水殘留在屋頂上面。唔過保留得宜蘭淳樸文化精神嘅風格，第呢片嘅交通帶來發展過後，現在每起嘅一棟又一棟，望見派頭、望見大同嘅農舍過後，就看唔到嘅。我們本來宜蘭的房子都是矮矮的、扁扁的，這好像貼在地表上面。但是雪隧通之後，確實有某些人來這邊買很多土地啊，然後他沒有融入我們在地的生活，所以他把以前的生活那種模式帶到我們宜蘭，就蓋得很超豪華的，然後比方說歐式啊、城堡這方面的房子，但確實是跟我們宜蘭的一些文化是不吻合的。其實雪隧通車以後，當然最明顯的宜蘭農村地景的變化，就是蓋了非常非常多的農舍，而且這些農舍，絕大部分都不是在地的農民蓋的嘛，所以這個是一個，大概是所有宜蘭人都覺得很痛的事情了，因為整個家鄉快速的改變了。對2000年到2014年10年當中，宜蘭總共起嘅7612棟嘅農舍。2006年雪山龍開通使用過後，農舍含一年已有600棟安多。按呢個現象，直接影響到嘅就係農民。雪隧通車以後，整個交通我們東西很容易運輸出去。那我們不會像花東一樣，可能就是運費，第一個運費可能變便宜了。第二個就是我們這些生鮮，我們自己就可以很方便、很快速的就可以直接運送到台北消費者的手上。很多人就來這邊買了房子，那造成這邊的那個房價跟地價飆漲，那也讓我們這些農民真正想要做農的農民，沒辦法買，也沒辦法取得土地。雪隧未通車以前哦，交了3、4千塊，通車了，即馬起價好的地段才2萬外塊，普通的1萬多塊，還有1萬3千塊，起1萬塊，迄是普通，好的起真濟哦，起2萬哦。唔但將上位港中嘅後生農民，東南取得土地，5年前來到宜蘭漂地港中嘅吳家里。自從天球順風，本年起嘅派頭嘅農舍過後，家農作物收成就受到影響。其實稻子需要通風的環境，那可是那個房舍一旦蓋了之後，它其實風的擾動會很少。那稻子在半日照，然後又不通風的環境，其實它很容易生病的。當天氣如果是有時候出太陽，有時候下雨的話，其實就是高溫又多濕的話，其實它很容易生病。唔但將禾嘅生長環境變唔好，天球唔完整，咪表示也搭配動到嘅生物、古生嘅素材，也本然做咩睇嘅。按呢嘅條生態，咪東南同人類禍害共存。因為生物需要一個比較完整的棲地。那我們現在農村的地景是東一塊農舍，然後西一塊荒地之類的，然後那個變成說稻田的那個完整性是不夠的。那這樣的環境對生物來說其實是不利的。可是它可能就因為它已經失去它的家園越來越少，那可能就是會對於現在還有在耕作的田地會造成
某种程度的影响。我们这边其实中山蛮多，像可能山羌啊、山猪啊等等一些野生动物，它本来是栖息在这个区块，可是因为我们像不止我们中山，可能很多地方它原生栖息的一些原生昆虫啊、动植物啊，也是因为被破坏之后，它被迫慢慢的不见。所以像我们自己在这一块，我们尽量说把它保持在原本我小时候的那种印象的环境。想为保留在天然做生意的家下嘅环境，更来更困难呢。为到为人家匆匆更弄来嘅外种人客，宜兰20年来陆续成立嘅15间观光工厂，大家上推上为发展产业观光服务产业，安尼单纯将提供良识嘅一级产业，以从多繁华嘅都市大厦，就是茫茫嘅样诶。我们这原本都是农田区，可能就是茶园这样子。只是后来，因为我们这也是全台湾的一个第一个休闲农业示范区，所以开始慢慢你从山上看下来，你就看到很多就是房子盖起来。那这些房子是干嘛？这些房子主要观光用的，就观光工厂或是观光体验型的。可是这些起来之后，我自己在稍微上看一下，这些房子大部分有7成至6成不是自己生产的，它大部分是以走休闲体验为主，盖休闲。那反而把我们这边原本的茶跟柚子该有的产物文化掩盖掉了。人为迄个农场，没影响的地下水源。养泉是伫地下舞蹈起来，地下舞蹈起来啊！你若讲用过咱的水泥啦，这个结构甲框落去，伊这个涌泉伊就补袂起来。是毋是讲若去挡落这个涌泉？咱涌泉地下涌泉有迄个水的路线。有你水你跑的路线安尼，你若去挡落去水的路线啦，就迄个地下水面就去断掉的。为到为挡迄树安道嘅农场，宜兰县政府去年4月咧发布10项宜兰县兴建农场申请移资格同农场建造审查办法。农委会同县政府未伫去年9月咧修正农业用地兴建农场办法。加爱爱起农场嘅限制，唔过宜兰就是调查县内7600人栋嘅农场都空，竟然有过6000栋本人认定系违法违建。古手提出办法，讲爱来发亚条起好嘅农场。现有已经盖好的农舍怎么办？我们大概就是从2个面向来处理。他已经这个住在那边，而且符合法令规定，我们当然要给保障。那对于他不合法使用的，我们当然要给他适当的环境成本的付出，包括这个土地大家公平的这个负担的赋税，所以我们也对于这些违规使用的，我们给他加倍的这个相关的税负。原来的法令就有这一条，就是9%的农地要你盖农舍，那剩下9%农地要是完整的。好，那我们落实这一条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原来的这些豪宅农舍，它是盖在田中央啊。那你落实这一条以后，它其实这个市场是不见的啦。人为今年5月初1起始来施行国土计划法，按算6年过后要完成全国国土计划，係由中央就新法来重新调整土地分类过后，再过6年各县市要完成县市国土计划，按算到1809年5月的完成。希望老土地保留的唔好被流失掉。我们会慢慢把这些总体的空间规划，把它做比较完整的法制，也就是说哪边是适合可以让人居住的，哪一些是适合农村的生产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在农业生产、农村的风貌跟整体的住宅的环境我们把它做一些系统化的一个管理。整体规划内同管理将会开始来做。望几多年、森林年有钱好穿，亚条都唔到地业，同亚嘅乡镇改变脱咧。伊个乡镇发展多像都市安老业，为付出按到马界推价，无上按时线上唔到下。等到本地嘅体验同文化改变的改变，做咩咧做咩脱咧。讲话系统嘅程度转类，长到像头白用嘅，嘅怕是无安改。